大家好，我係時之莎，同你每日讀一本好書。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如果今日係你喺呢個世界上面最後嘅一日，你仲會唔會在乎嗰件吊牌仲未拆嘅大褸呢？你仲會唔會為咗嗰個已讀不回嘅人成晚瞓唔着覺呢？今日要講嘅呢本書係嚟自斷捨離嘅創始人山下英子，但係請注意，呢一本唔係教你點樣摺衫嘅書，呢本書叫做斷捨離人生清單。佢係要你清理嘅，唔係櫃桶，而係你嘅人生。咩係人生清單呢？好多人聽到斷捨離，直覺係掉嘢。但係山下英子喺寫呢本書嘅時候，佢俾自己出咗一個難題。佢話如果斷捨離係思考人同物品嘅關係哲學，咁呢本人生清單就係一張從出世到死亡嘅人生路線圖。呢本書最有趣嘅，亦都係最殘忍嘅地方，在於佢假設我哋聽日係生命嘅終點。基於呢個假設，佢列出咗我哋呢一生最終要面對嘅10個斷捨離，從睇得到嘅物品到睇唔到嘅憤怒、後悔，甚至對金錢嘅不安。佢喺書入面問咗一個問題：你都已經要走啦，你仲煩惱明天嘅股票會唔會跌咩？你會發現，原來我哋絕大多數嘅煩惱都係嚟自於嗰啲帶唔走嘅嘢。讀完呢本書，我有3個感觸特別深嘅地方，想分享俾大家。第一個，關於人際關係，唔好成為人哋嘅人生垃圾場。書入邊有一段話，我睇到差啲流眼淚。佢話能夠接受最真實嘅你，先至係人生之友。我哋成日因為害怕孤獨，搏命揾嗰啲會對我哋指指點點、消耗我哋能量嘅人。但係山下英子話，人際關係嘅斷捨離唔係要你絕情，而係要你停止當別人情緒嘅垃圾桶。如果你嘅善良冇底線，你嘅世界就會狹窄得只係剩低別人嘅期待。就係因為咁，我斷捨離咗一個朋友，因為我正正係佢嘅情緒垃圾場。我識佢都應該有10年，近2年每次見面佢都會不停講自己懷疑被哄騙嘅問題，淨係講自己嘅嘢。對你嘅事係完全冇興趣，你俾佢嘅意見，佢當下會話接受，但係唔會改變同埋行動嘅，周而復始。最後一次，我直接同佢講，我唔會再聽你講啦，因為你已經影響到我嘅情緒。再發生同類嘅問題，請你唔好再揾我係唔會聽噶。聽落去我好似好絕情，但係諗深一層，我係冇必要同埋冇義務去再花時間同埋心力去接收呢啲情緒垃圾。我亦都有情緒，人生好貴，要珍惜自己寶貴嘅時間。第二個，關於後悔，將如果當時變成好彩我有做到啊！我哋成日都講一句話，早知道我就點點點。山下英子將呢種情緒稱為靈魂嘅雜物，佢唔係叫我哋忘記過去，而係提醒我哋，比起後悔，請選擇希望；比起未來，請選擇當下。與其喺嗰邊懊惱10年前沒有表白，不如而家攞手機，將你想見嗰個人約出嚟飲杯咖啡。就算被拒絕，至少你都攞返人生嘅主動權。第三個，關於死亡，真正嘅活在當下。呢本書用咗好大嘅篇幅去講老去同埋離開，聽起嚟好沉重啊可，但係讀起嚟卻異常溫柔。書入邊話，正因為生命有保質期，我哋而家可以飲呢啖水，睇到嘅呢片風景先至如此珍貴。當我哋敢於面對死亡，我哋先至學會點樣生活。讀完呢本書之後，我冇瘋狂掉嘢啊，我就係做咗一件事。我攞咗本日記簿出嚟，寫低我嘅人生清單，唔係嗰種我要賺大錢嘅目標，而係嗰種如果我聽日走咗，冇做到我會遺憾一世嘅事。比如帶媽咪去一次嘅遠嘅旅行啦，去冰島睇一次極光，跟住我再睇一睇嗰個塞滿咗以防萬一物品嘅房間。我發現嗰啲以防萬一，其實就係阻止我去實現人生清單嘅最大障礙。最後，山下英子喺書結尾講咗一句話，我覺得好適合送俾而家正喺度睇片嘅你。斷捨離唔係為咗失去，而係為咗讓我哋有空間去容納真正重要嘅事物。
如果你最近都覺得生活嘅重心好擁擠，或者可以翻呢本斷捨離人生清單，佢唔會幫你解決房租嘅問題，但係佢可以幫你釐清點解明明乜都有啦，但係你都係唔快樂嘅。記得時間係好寶貴㗎，唔好浪費喺一啲帶唔走嘅嘢上面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唔好忘記幫我按讚，亦都留言話俾我知你人生中最想斷捨離嘅一樣嘢係乜嘢。我哋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